堅係短打，我哋諗起乜就講乜，無論天南地北，乜鬼嘢都攞嚟噏一噏。話題冇定，主持人冇定，嘉賓冇定，幾時出街都係冇定。總之無定向風就係堅係短打。大家好，又係堅係短打，又同大家見面，空氣中同大家見面。呢一集我好期待同大家分享，點解呢？因為我想分享一本書，呢本書就係李小龍生活的藝術家，就好似我哋節目嘅 ID 宣傳 promo 咁。堅係短打，無論任何話題都會同大家去分享。有時同大家分享哲學啦，有時同大家分享南美嘅日裔移民啦。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呢本書，點解我好隆重、好期待？我睇咗好幾次啦。呢本書亦都唔係新書，喺坊間亦都係出版咗好幾年嘅啦。咁我亦都係買咗啦。咁啊，當其時喺香港睇咗一段時間，跟住嚟到英國之後，我繼續睇，佢好厚，所以我睇完之後，我都冇信心去分享，但係我都盡可能將自己嘅反思同大家去分享呢一本書《李小龍生活的藝術》。今次比較特別啲，我想分享下背景，並唔係本書嘅背景，而係分享下我自己嘅背景。點解對呢本書有興趣？我唔係隨便攞一本書嚟去睇，睇完之後同大家分享。你知啦，如果睇一本自己唔中意、唔喜愛嘅書，跟住夾硬睇完之後，應該話夾硬都未必睇得完，因為你自己都唔中意嗰本書。但係呢本書我係中意嘅，而我嘅背景就係我本身亦都以前有學過詠春拳嘅咁樣。咁啊，李小龍係學過詠春拳，係跟個葉問宗師去學，大家都知道。咁啊，係因為呢一個橋樑，詠春拳嘅橋樑，而令至到我希望認識李小龍呢位巨星、哲學家、武術家。我想認識佢多啲。喺書局發現咗呢本書，跟住我都冇諗，就俾錢買啦。買咗翻屋企，咁固之然唔係即刻睇啦，咁亦都係擺咗1個禮拜先啦。初頭睇唔係咁明，慢慢睇，睇咗幾次，終於同大家分享。就係因為自己有呢個背景，所以有呢個衝動去買咗呢本書嚟去理解，嚟去了解下。如果大家會認為喺呢本書揾到一啲招式啦，李小龍點樣去鍛鍊佢自己啦，李小龍點樣去創造截拳道啦，我相信大家會失望嘅，因為呢一本書佢講嘅功夫、講嘅武術，其實只係佔一小部分。就好似本書咁，係李小龍生活的藝術，佢係從李小龍另一個角度去睇。李小龍生活的藝術家係一本收錄李小龍私人筆記啦、手稿啦、書信啦、文章啦、詩歌嘅書。重點呢，佢唔係講李小龍嘅武術成就，而係探討佢嘅生活、佢嘅哲學、佢嘅藝術、佢嘅武術唔同方面嘅獨特思考。呢本書唔係一般嘅傳記，佢側重咗李小龍嘅思想同埋理念，並通過佢自己嘅文字咧，去講出點樣將武術同生活藝術化。嗱，我哋分享下幾個主要嘅內容啦。李小龍嘅哲學觀，李小龍對人生有自己嘅哲學觀，佢深受東方哲學所影響嘅，特別係道家啦同埋禪宗。西方嘅哲學思想咧，喺呢個尼采同埋存在主義咧，佢亦都係會去深入研究。佢強調生活即係藝術，認為人生嘅生命應該係充滿創造性同埋自由，而唔係單純去追求外在嘅成功。嗱，喺書入邊，佢亦都提出咗一樣嘢，大家都好熟悉 ，Be water, my friend。呢個理念係李小龍最著名嘅格言之一，意思係人咧係要好似水一樣，能夠適應環境，
包容萬象，又能夠突破咗限制，轉成為新嘅形式。佢用水嘅特性嚟形容一個人應該要靈活、有彈性，喺生活入邊咧不斷進化。佢講過武術與生活嘅融合。武術，我記得我師父曾經講過：止戈為武，術乃制敵也。人稱武術，我哋叫功夫。咁好多人都認為武術咪打咯，打贏人咪就係咯，武術好打。但係李小龍唔係咁睇，李小龍將武術視為一種自我表達嘅方式。佢唔單止係單純嘅技術訓練，亦都係認為武術唔應該局限於傳統嘅套路，而應該係一種不斷進化、融入生活各個層面嘅藝術。佢強調喺武術嘅訓練入邊咧，最重要係了解自己、突破自己嘅局限，同埋實現自我。去到呢度，我好震撼，好有同感。當我哋不斷去訓練自己喺武術入邊，我哋覺得希望自己好好打，訓練到自己好有強者嘅感覺。但係問心啊，當對方拎把刀出嚟，或者拎支槍出嚟，你就喐唔到啦。唔好諗住喺一個好惡劣嘅環境之下，你可以好迅速地奪去支槍，跟住掉低或者係對翻住去。呢啲可能係 James Bond 或者電影入邊嘅橋段。但係我哋點解仲要去練武術呢？練射擊咪得咯？係就好似李小龍先生所講嘅，要對自己有一個深入了解。武術對於我自己本人嚟計，係對自己嘅身體、體能、技術有一個深入嘅了解。當遇到某一啲情況嘅時候，我知道自己能夠應唔應付到，能唔能夠安全感脫身翻到屋企。冇錯，對於我嚟計，呢個就係武術。所以睇到呢一段嘅時候，我係好身同感受。李小龍講過自我實現，喺書入邊講，李小龍對自我實現咧有深刻嘅理解。佢認為咧，每個人都應該追求最大嘅潛能，而唔係屈服於外界嘅期望。佢經常提出活出真我，就係要忠於自己，唔好俾社會同埋他人嘅期望所左右嘅。咁喺創作同埋表達入邊咧，李小龍唔單止係一位武術大師，透過呢本書我哋會理解到佢仲係一位詩人、思想家。佢寫過好多唔同嘅詩，好多文章，內容都係探討人生嘅意義、創作靈感同埋自我實現。自我實現呢4隻字喺書入邊亦都係提出過好多次。佢透過武術去自我實現，我覺得。佢透過文字去自我實現，佢透過唔同嘅哲學思想去自我實現。佢希望喺武術以外，能夠將自己嘅思維同埋創意，通過寫作、演講去表達出嚟。李小龍討論到武術哲學嘅實踐，書入邊亦都有講李小龍對於武術哲學嘅具體解述，包括佢點樣去突破傳統武術嘅界限制。創立咗截拳道，佢主張武術係唔應該拘泥於形式，應該以實用為主，最終達到無招嘅境界，即係完全自由。我自己個人覺得，達到佢嗰一種境界，當然唔容易啦。但係要達到一種自然嘅反應，其實都唔係容易嘅。透過呢本書，我哋了解到李小龍佢武術以外嘅一切。我覺得李小龍對世界而言，佢代表咗一種文化嘅跨越、突破嘅限制、追求真我嘅力量。佢唔單止係一位武打明星或者武術家咁簡單，佢係一位思想嘅先鋒。呢個我覺得一位生活嘅藝術家，呢個係佢嘅所賦予、所給予嘅一個意義。嗱，我哋可以喺呢本書入邊，我哋嚟去了解一下佢嘅思維。首先，佢令到東方文化走向世界嘅一個 symbolic， 一個象徵。李小龍係一個真正令到西方主流社會正視東方文化、武術同埋哲學嘅人。喺1960年至到70年代，
美國仲存在於種族偏見，亞裔嘅演員想喺荷里活入邊想做主角，基本上係冇可能。但係李小龍憑住自己嘅實力同埋魅力，打破咗呢埲牆，令到全個世界都認識到中國功夫，認識到一個可以自信站喺度俾人認識嘅東方人形象。我理解到透過呢本書，李小龍係一個跨文化嘅融合者。李小龍唔會局限於某種文化喺生活入邊。你睇下，佢喺香港出世，美國成長，結合中國武術、西方哲學、戲劇訓練、自由思想，創造出一套屬於佢自己嘅人生哲學同埋武術觀念。佢唔完全中國，亦都唔完全美國，而係代表咗一種全球公民嘅精神。我曾經喺 YouTube 入邊揾過一啲佢嘅訪問，當訪問到你係一個中國人定係一個美國人，佢亦都講過類似呢一番嘅言論。李小龍係身體與思想嘅藝術家，佢講過唔單止係訓練身體，而係透過訓練去了解自己、表達自己。對佢而言，武術係一種自我實現同埋創作方式，就好似音樂家用音符，畫家用色彩，佢用拳腳同埋身體去講自己嘅故事。嚟到呢度，我哋不得不去分享 Be Water 呢個哲學嘅象徵。Be Water, my friend。佢再唔係一個單純嘅武術比喻，而係引起全球廣泛性引用嘅人生態度。佢代表唔再執着於一個形式，而係適應變化，柔中帶剛，堅持自我。去到呢度，我諗起咁啊啱喎。水佢可以好溫柔，係一種液體嘅狀態。佢亦都雪凍咗之後變成冰，係一種固體嘅狀態。當透過壓力，好似消防員嗰支水喉咁射出嚟，亦都係好有衝撞力。所以水佢因應唔同嘅環境，亦都有唔同嘅變化。對於唔同嘅人嚟講，李小龍本身就係一個勵志故事。佢出身平凡，俾人排斥過，受過種族歧視。佢用信念、毅力、創造力走出自己嘅路。佢鼓勵每一個人唔好盲從，要認識自己，創造自己，活得誠實，有深度。其實李小龍嘅諗法、李小龍嘅哲學、李小龍嘅拳術，亦都係不斷咁去深化，或者後世嘅人或者佢嘅徒弟不斷去將佢嘅理念去實踐。所以截拳到今時今日，亦都有為數唔少嘅人去學習嘅。透過呢本書，我理解到李小龍係一個超越語言同埋疆界文化嘅符號，代表住超越自我、思想自由同埋東西方文化嘅融合。佢以一個人嘅力量改變咗世界對亞洲人、對武術、對東方哲學，甚至乎對藝術嘅想象。我記得喺好耐之前，我去外國旅行，喺公園度見到有個小朋友，當年佢只係4歲、5歲，佢同另一個小朋友喺度爭嘢玩，佢突然之間舉起一隻手指公喺自己個鼻哥度擦一擦，即係李小龍嘅招牌姿勢。我哋當然熟悉啦，身為香港人，李小龍呢個招牌姿勢點會唔熟悉呢？喺戲入邊我哋見到好多時都李小龍臨打之前都做一個呢個招牌姿勢。當然佢哋冇真係打交啦，但係事後喺公園度，我同嗰位小朋友喺度玩，我話我亦係做翻呢個姿勢，用手指公擦一擦個鼻哥。我話你點解知道識得呢一個姿勢嘅，呢一個手勢嘅？佢同我講一句 Bruce Lee， 即係話佢唔好理李小龍係一位咩嘢人都好，喺佢心目中入邊就係動一隻手指公擦一擦個鼻哥，就係一種戰鬥狀態。到最後我都好鼓勵
各位喜愛李小龍嘅朋友，又或者新嘅年輕人，佢只係單憑網絡啦，或者長輩去講李小龍，但係試下去買呢一本書，去認真去理解李小龍喺武術以外佢嘅生活理念、佢嘅哲學、佢嘅文字、佢嘅詩歌，了解下佢嘅思想、佢嘅精神。佢唔單止係一位武術家，我哋透過呢本書去了解喺武術以外嘅李小龍。佢對人生有獨到嘅見解同埋思想，佢亦都涉及到一啲藝術，不論係哲學、創作同埋生活態度，亦都係充滿咗啟發嘅。唔單止對武術嘅愛好者啦，甚至乎對任何想了解人生意義同埋追求自我實現嘅人呢，我覺得呢本書都係值得一睇。大家好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，我係阿堅，多謝大家收聽堅係短打。